在今年的父亲节，土耳其等国家的维吾尔侨民又一次无法与东突厥散的家庭和父亲联系，因为中国政府继续在东突厥散实行文化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以试图消除维吾尔身份、语言和宗教信仰。海外维吾尔人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我们的父亲，让我们与家人团聚。维吾尔运动组织分享了维吾尔人的痛苦。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中国政府的种族灭绝罪行，数百万维族家庭遭遇拆散，与他们的父亲分离。我们提醒你们，你们的苦难不会只是徒劳。我们鼓励维吾尔社区中所有遭受中国政府不公正对待的人，要勇敢地站起来，要用你们的智慧，用你的实情讲出你心中的遭遇，并用你的信念行动起来，不要惧怕作恶行凶的人。真相会继续出现，真相会让我们得自由。同样，真相将继续谴责压迫者。我们强大，因为我们知道真相。中国政府用他们残忍的力量来消灭我们的战略与道德权利的现实是不匹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后，中国官方媒体采取了共同行动，发起了一场抹黑美国政府和人民的运动。从中央电视台到东突厥散的当地媒体，美国和维吾尔人权法已经成为主要话题。中国迫使包括学生和宗教人士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维吾尔人为中国压迫提供辩护和否认。当局迫使他们抹黑和侮辱美国政府、美国政客和美国社会。尽管中国当局说维吾尔人权法只是纸上谈兵，但他们对美国的回应再次证明了该法的重要性。观察者认为，这些维吾尔人只能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说出这些。印度交通部长辛格在接受印度电视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军队在印中边界最新冲突中至少损失了40名军人。印度交通部长辛格周六晚间在接受印度电视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印度一方有20人牺牲，那么中方的伤亡至少会翻倍。辛格曾担任印度陆军总司令。他说，中国向来就不承认有战争伤亡，这其中就包括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上周，中印两国军队在加勒万河谷边境争议地区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印度方面称，至少有20名印军官兵在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指挥官。此外，还有76名伤员依然在接受治疗。中国官方《环球日报》表示，中方军人也有伤亡，但是拒绝公布详细数字。日本西南部洛尔岛县奄美大岛东北部毗连区海域发现一艘外国潜艇。据日本防卫省发表声明，一艘被推测属于中国海军的潜艇接近日本海域，但是没有侵犯该国海域。据悉，这艘潜艇在海底下航行时进入雷达系统，并从奄美大岛和宝岛群岛之间距离两岸10公里的海域驶过。这艘潜艇沿东海向西航行，最后一次在横挡岛附近出现。日本海上自卫队力量向地区派遣巡逻机和驱逐舰。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不排除在宪法修正案通过的情况下再次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俄罗斯将于7月1日举行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按俄国现行宪法，普京任期到2024年结束，不能再参选。但如果宪法修正案通过，普京在2024年任期满后可任期清零，能够再次参加总统选举，或者执掌大权直至2036年。克林姆林宫及其支持者认为，宪法改革对于加强议会的权力是必要的。他的反对者将克林姆林宫的目标描述为宪政政变。